拜托，谁来告诉我，为什么大学从来没有教过我们这个？我们来听听他讲的。我现在1小时赚40美金，而且真的是下班回家躺在床上赚。先说不是什么加密货币，也不是什么富二代靠爸妈，更不是要卖你课。简单讲就是我找到一个资讯差，你平常最擅长的能力是可以被做成一个 agent 放到网络上卖的。听起来很唬烂，但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难。接下来就直接讲我自己是怎么做到的。首先你要想一想自己最擅长的能力是什么，可能是分析足球比赛、写履历、做健身计划，甚至只是你工作中一套很好用的方法。然后打开 Claude 或者 ChatGPT， 请他帮你把这套能力或者流程写成一个 agent， 接着到 Capify AI， 把写好的 agent 上传，再设定一个合适的价格，这样只要有人使用，你就可以获得收入。而且如果你本来就会拍短影，那就更好了，你可以让 ChatGPT 帮你写口播脚本，再把影片发到 TikTok 和 IG 上宣传你的 agent， 这样就能让真正需要它的人看到。其实很多人缺的不是能力，只是不知道原来自己的能力还可以这样变成收入，这根本就是白捡钱。我已经整理好详细步骤，想要的话留言 Capify， 我传给你。